进入那至高之处，敬拜这一位又真又爱你的神，一起来哦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云上太阳，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小雨洒在脸上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它不改变。请我们的姐妹来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弟兄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主已为你我而一起来，云上太阳，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小雨洒在脸上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它不改变。我们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权柄，祷告的权柄，我们要来为邓顺日弟兄来祷告。顺日弟兄有没有在这里？好，我们纪念这个家庭，我在楼上。好，我们纪念这个家庭，邓顺日弟兄，邓顺日弟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，虽然我们不认识他，但是是我们主内的弟兄的家庭，我们就可以来为他们祝福。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提名为邓顺日弟兄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你的灵在顺日的身上，主啊，是的，你帮助他们夫妻，主在养育小孩上面得15天的智慧，主啊，让这个家庭跟孩子们一生走在主你的道路当中。主也是在这个世代，你必要兴起他们，主啊，让他们不断的纪念耶和华，你就是他们家庭的主宰。主啊，让他们没有时刻离开你的主耶稣，因为你的祝福要满满的加在他们的身上，让他们跟随你。主啊，祝福他们儿女们，谢谢主。我们接着要来为林明丽姐妹，明丽姐妹有没有在这里？好，我们要为明丽姐妹来祷告，求神也帮助她，让她的身体得着健康，也帮助她的家人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没有离开神，并且是紧紧抓住神，成为神重用的器皿。阿们。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，为林明丽来代祷。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谢谢主，我们为了明丽来提名祷告的时候，主，这是你所喜悦的，并且主你垂听。主啊，你总叫他的信仰在认识主你的根基上面，主啊，继续的往前。你祝福他的生命，祝福他的健康。主，你祝福他的女儿。主啊，不管是在国内，是在哪一个地方，脚掌所踏之处，你必要带来兴旺。我将明丽姐她的家人全然仰望神，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神你看顾祝福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小雨洒在脸上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对旁边的人来唱来，这是宣告对旁边的人。云上太阳，它总
告诉你旁边，你跟他说，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，相信。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，